新美教会的单一长老，美心。你在干嘛？左手边有个入口处，那个是几个教会订便当的，请在上午10点钟便当的份数在今天告诉你们便当的份数跟教会。
边好吗？刚后教会是七美教会的，七美教会的。好，陈长老，谢谢，谢谢，辛苦了，没事了。预备祷告。各教会的牧师，请到台上来，我们要做预备的祷告。将天上的神上面，受教会的一切上面的感恩，我要把交托在主的面前，上帝抓求你带领我们。后来的是联合上帝去三千，让我们具体的渴望，看见受在这里。我们受不出来是在这里智慧，亲爱的主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会前我们的预备有这么多的同工，我们再次把我们的身体献在你的祭坛上，愿你来使用。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谢谢你让众教会在借着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户外，借着运动会，我们先用我们的身心灵来到你面前，先来敬拜你。我们要说，这是你所定的日子，这是一个敬拜的日子。我们愿你的名主要是被高举，特别祝福在今早到下午我们所有的活动，主要是要求你亲自来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举起你的雨伞，所以如果可以，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美中会庆祝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150周年暨运动会感恩礼拜开始报信。圣火象征着光明、和平、正义、团结、友谊，同时圣火也象征着大会平安顺利、圆满成功，让上帝掌权在当中。各教会的旗帜
进入他的眼，起舞跳舞要像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同是主将起，把衣服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相生。赞美同是主将起，把衣服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相生。美丽的时刻。想要的话，你们要讲点话，他心疼。
诉说他的启示。你也按话回答，感受极大的赞美，在万神之上，当受其因为。哈利路亚！150周年以前，你将福音的种子透过马基牧师播传到我们台湾这块地图，以及我们可以有份于在80年前，甚至在90年前，我们阿美族的同胞也领受这个福音，进入到我们的部落，进入到我们的家庭，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我们为此来献上感恩。主的今天上午，我们每个人都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敬拜你，享受你为我们今天所预备的崇拜。亲爱的主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百姓，看到你伟大的奇妙，主，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因此我们感谢你，你拯救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圣灵，使我们活在你的引导当中。主，我们感谢你，因你是全能全知的上帝，使我们有信心可以面对每一天。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怜悯，是医治者，使我们的心常常被你安慰，我们的肉体就得以健全。求主，你唤醒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立志追求，持续的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也求你挪开一切阻止我们每一天亲近的人事物，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力量、方向跟平安。主上帝，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缺乏的，求您丰盛的供应；如果我们当中有迷失的，求您的爱再次吸引弟兄姐妹的心归向你；如果我们当中有疾病的，求主亲自来医治；如果我们当中有信心软弱的，求神坚立弟兄姐妹的心智，是弟兄姐妹刚强壮胆的心。主，又如果我们当中有生活遭遇极大挑战的，求主您亲自为他们开路、引导跟扶持。求主您的大能庇护在心灵软弱的人身上，因为主你的话说，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与刚强。主上帝，我们这是要在你的身座前说，我们真的是有福，真是蒙了你恩典的人。主，我们真知道你就是我们的福分，你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在今天这个被你分别为圣的日子当中，您召集你自己的孩子们一同来到你的身座前。主，你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因为你正在这里。主，我们到这里来是要来和你来见面的，也是要听你的话语的。求主，你向我们的心显现；求主也开我们的灵窍，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语。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你的话是有功效的，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上帝。你曾经借着你的话语创造万有，也曾经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造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并且丰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我们现在就要在你身座前聆听你的话语，这是我们新的恩典跟福分。求你在这个时候洁净这个地方，主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耳朵，愿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心里做工，做光照的工作，做开启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也做引领的工作，并且做成全的工作。主，待一会儿我们也将我们的西美教会的议长，我们的大家长宋真光牧师交托在你恩手当中。主，帮助宋牧师有智慧的言语，把你的话教导我们。愿你也祝福下面的时间，不论是上午的崇拜跟下午的运动会，愿你都使用这些时间，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分分秒秒都分别为圣。愿你也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分别为圣，使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在这个分别为圣的时刻里，能够用虔诚敬畏的心来荣耀你，来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在面前听我们这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24节，在个巴那个木烧，我准备该以咖喱不单以，anu准备该米该啊mamin， dengan cecai acaku mama baka olah atam tau, haanen ku namu minimal mi kai tu sapa sabi layapau tu sapa ka olah, o mami lipet atam tau mamin i. Imeren ko direng i sama nai terma tu sabi layapau nang la tu mama lasawat tam krau tu tamohong nikau lila wahaha enen ita ko terma tu sapa tu sabi layapau tu caai ka mama lasawat tam tatama nai tamohong wala saka caai ka matia u awai ku patusukan ku kacumikai aku caai ka matia o misitiai to fali ko pisukung aku setian aku ko direng aku papituol unini i sagat-sao ka palah aku tuna o patenakai kaku o ngaayay lator tamprao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都好，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人，自己反被弃绝。Mahalaji ay to ako kunini terma, umasungila ay to ako cai kasaan kaku. Dengan o pi sa izel ako to palahaji au to patusukan no ni pili-pili ni yes Kristo itakuanan. Sarikakaau malahaji ay to ako kunini cai kasaan ko halateng ako. Dengan cecaiku sasalucudan aku bisa izin. Tawaran aku ku mata alifai ahmak. Pamutekan han aku ku patusukan aku tala ayaw. Pasayla aku falucur aku i patusukan cumingkai tu sabi layapau tu sapaka ulah. Uyani pi tahirang no kawas panukai kakuanan i kakalayan, pakai ni i ci Yesus Kristoan。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
神给我们那么好的天气。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我在信箱里面看到今天很多有一些的活动，我们长老教会，我们的整个活动是在台南，为了庆祝150周年最后一场啊，在台南啊。如果不是因为今天有运动会，我应该可能在台南参加。还有今天在新北市政府哈，伊拉古诺阿米斯啊，有一些的联合丰年祭今天有听说啊，又有一个部落的，他们也有一些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再一次聚集在这里，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来好感恩。你们可能会很羡慕我背后这些人当初我们中委在设计的时候，我的想法是，那来迪尼马洛布萨里卡卡米达山应该有那比哈林安山。可是后来，阿拉萨克达我们今天已经有1000多人坐在这地方，可能椅子不够，所以我们研究再研究，还是放在那地方。所以我们忍耐一下，好不好？刚好今天的牧师，我所预备的信息是跟运动会有关系。他说：“登山哥哥运动会要讲什么信息呢？”感谢主果然在这2处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特别用运动会这个来形容基督徒的人生就像一场赛跑。保罗在此用参加赛跑来比喻。在古代的希腊的生活中，运动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当时他们有4种非常著名的运动会，其中最有名的是在奥林匹亚，因为这个名称，所以就在那个地方举行了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得奖的奖品，不过只是用588用树叶编成的。这个彩冠奖赏虽然很简单，可是这个奖赏有崇高的价值跟荣誉。我想运动员一生最渴望的高峰这些运动会，保罗把基督徒的生活比较，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25节说：“他们不过是能得坏的冠冕。”我们切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阿们。很会跳舞，运动细胞很好，是一般汉人对我们原住民给人的观念。感谢主，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鼓励。其他阿美族当中有几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比如说杨传管、古阿明、古金水，就是田径众所皆知的名字。相信他们成功是付上代价的，他们背后的辛苦磨练，造就他们今日所创造的成绩。在有一次，我看那个 YouTube 的有一个影片，非常的感人很多企业家，特别是做业务人员，他们会拿这个影片来鼓励他们的员工。如果你有机会，你们上网可以查这个叫德里克雷德蒙德他是一个英国黑人的运动员。他在1992年在巴塞隆纳的那个奥运会上呢，他参加了400米的跑赛，他在半决赛的比中刚刚跑过了250，因为他过去曾经他的右腿、他的肌腱受伤，所以动过5次的手术。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他重重的跌倒了，救护人员迅速的跑上来，想把他抬上担架。可是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推开所有的医护人员，而且他从地上爬起来，他拖着这个脚伤记住哦，这个是奥运比赛，他泪流满面的一拜一拜的
慢慢的走向这个他的终点。他也看着所有的选手一个一个超越他的身上。他的父亲在台上受不了看到这个场面，他就从观众席跳到冲过警卫啊！所有的警卫以为他是什么恐怖分子，什么要挡住他，他马上说明说我是他的爸爸。就在这个最感人的时刻的时候，他看见他的儿子啊，他就告诉他儿子说：“儿子啊，你不必这个样子。”可是那个儿子告诉他爸爸说：“无论如何，这个比赛我一定要比完，我要有始有终。”他看到父亲在自己的面前，他咬着牙，怎么样也是这样。因此，他的爸爸马上扶着他的肩膀，他说：“好吧，让我们一起跑完这场竞赛。”当他一拐一拐的这样继续这样走的时候，全场那一年的观众席有65000人，每一个人都站起来，不由自主的就看着这一对父子在这个战场上。当他父亲陪着他到一半的路上的时候，离终点线有一段距离，他就放手，就告诉儿子说：“这时候，请你一个人担当，追求你最后的竞赛。”每一个观众看了就泪流满面啊！我自己在电脑上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也很感动。我相信这个画面就是保罗想要表达这样的例子，达到目标，而且得到奖赏。虽然他在那一次的比赛是最后1名，可是在这2分41秒，却感动了全球60亿多人。人生的赛跑可以得到奖赏，透过这2处经文，至少我们有2项应该可以学习的。第一个是竭力追求，保罗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什么是竭力追求呢？他在腓立比3章13节说：“我只有一件事表明他追求，就是要来认识耶稣，得着基督。”同样的，大卫在诗篇27篇第4节说：“我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这个是保罗他特别用这个竞赛来渴慕来认识主。第二个，他说他要直奔标杆。保罗一生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他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斗前不像打空气。”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信仰上，我们在奔跑，我们一定要确定方向啊。可能有时候马路该当，我们会走歪曲的路，甚至我们会走岔路。历世历代有多少上帝的儿女在属灵的道路上是跑跑停停，甚至我们可能会走岔路。保罗一生奔跑的路程是向着标杆直跑。什么是标杆呢？就是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啊，保罗说：“我就是要来得着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生向着标杆直跑，最后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是我们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奖赏。阿们吗？阿们。所以除了你跟我们的努力要得着这无比的奖赏之外，我想我们应该要让世界知道，有些人还没有认识福音啊。很高兴啊，刚刚我们中正教会的有一个弟兄，他就住在这个附近啊。等你啊，刚刚啊，连我家里都听到你们的广播声，感谢主，您国左边嘛过好恩主公宴，然后呢，等你来了信息不大。求主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他说：“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着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不是能力比别人强，或者比什么人都会，不是的，乃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这个机会，而我们有一颗愿意做的心，才能够成就这意义的事工。阿们。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一同来庆祝这个马偕博士跟马雅各医生来到台湾，把这个福音传到我们当中。我相信他们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奖赏是大的啊。接下来，他这个棒子也交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因着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我们可以传给这些还没有认识的人。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是在以弗所，他是在腓立比书之后的61年，他是写在罗马的监狱。想想看，保罗已经被关了，他仍然非常的关心神福音的工作。我相信这13年的保罗，等于好像也参加了3到4届的奥运。他是一个资深的运动员，可能他参加的就是田径项目。他从年轻呼召到写提摩太，保罗已经跑了30多年，他仍然向着标杆直跑。他期望神所颁给他的是金牌奖，他可以称呼是老兵不死。一个得奖的运动员一定是接受常年的严格的训练，一个奥运选手需要训练到几乎不能容许有失误，究竟要投入多少的时间心力？我相信保罗一定非常的清楚。因此，他说参赛的要有几个很重要的师资。第一个就是一个受严格的训练。保罗说，凡教力增进的，诸事都要节制。也就是说，在这个诸事都节制呢，其实真正的翻译啊，它有接受严格的训练这样的意义。我相信今天萨利嘎嘎啊，刚刚听到这个联心教会的带敬拜的我们的长老说，我们等到头发都白了哈，哇，实在是很感动哦。他这么期待，我们已经停止4年的整个这个趣味竞赛。其实我们在办这个比赛的整个项目的时候，打老板面哈，我们原住民哈，在比赛项目，特别是运动这个项目哈，不输人哈，所以有几次有在比赛的时候，真的有人很拼命的啊，脚都受伤了是吧？所以我们这次办的这个活动呢，不敢用太激烈的啊，大家为了整个奖项的时候，真的是拼命在跑。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趣味竞赛，啊，希望参与者，当然我们要很努力，但是我们尽力就好了啊。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身体顾好。那严格的训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纯粹是为了趣味竞赛的时候，我们就用趣味的这种性质啊。我们不是奥运比赛，奥运比赛他们要受到非常严格的训练。我记得哈，这个有一次看过一个奥运选手的整个记者在问他，逢年过节他不能回去，这不是台湾的，是国外的哈。他忍着离乡背井，他必须要离开他的家乡。教练1年4季就这样训练他，特别对国外来讲 ，Christmas 对他们是很重要。可是为了比赛，他必须跟他的家人离开，然后减重，然后一直很多的训练。所以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个严格背后这样的一个训练，他一定没有办法得到奥运选手的奖牌。保罗也一样，他操练自己，他不但放弃使徒的权柄，他不接受传道人的俸禄，他自备粮食，他织帐篷，养活自己，
而且身心备受煎熬，又饥又渴，赤身肉体又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还被人家咒诅，还要祝福，被人逼迫还要忍受，被人毁谤还要善歉。我想，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个严格的训练当中，他仍然没有放弃，他还是为着基督而战。因此，一个杰出的运动选手，比赛前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练，不断的要缔造新的成绩。奥运最高的境界，莫过于是向人类体能挑战他的极限。比赛前接受最严格的训练，他在场中才能够得到最好的演出。第二个，他必须要按照规矩。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5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没有按着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所以在运动场上的竞赛，我们都必须要遵守大会规定的法则。犯规者必要扣分，严重的可能要取消资格。记得在2000年的奥运，台湾的桌球队双人赛一边打球一边讲话，他们被警告2次，仍然不听，就开始扣分。雪梨奥运最具戏剧性的女子20公里的竞走决赛的时候，原来有夺金实力的大陆选手刘宏宇，在接近终点时，他被裁判当场下令出局。紧接着在后头的澳洲女将萨维拉也同样的被惩罚，使得走在第3位的大陆女将王丽萍意外的得到成为金牌得主。竞走的规定就是不能跑，犯规者就是要罚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奥运，他们非常的严格要求选手的资格，他们甚至要验尿，是不是有受到一些麻药的影响？因为一个体育记者说，别人也是苦练多年，人家也是经过麻烦的检验手续以及严苛的淘汰过程。所以，其实一个比赛，我们是要按照规矩。所以我相信，待会我们在比赛的同时，好不好？我们也愿意听裁判的裁决。虽然你可能看的觉得我是事实，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尊重裁判，好吗？好。跟你旁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让裁判决定吧。好，所以待会不要有人一直在争说应该是我，应该是我，我就说触笔的话啦，不要那么认真。第3，保罗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身经百战的保罗老兵，他得了很多的奖面，他因此没有自满，他的心态只守一个原则，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目标竭力面前。保罗在监狱写这个书的时候，他侍奉已经有20多年，工厂不断的有后起之秀，包括当时的解经亚波罗，包括得力助手提摩太，这些是在保罗之后，但是恩赐能力都出色的提摩太、提多这些班底，这些弟子已经在牧会、在教导上有非常的崭露的头角，而保罗身系劳役，仍然没有退休的姿态，他仍然继续向着目标直跑。这个目标直跑就是所谓的 ING 仍然进行，就是进行式。保罗不但提膝后进，他必先
也开拓了教会牧养教会的经验。他分享他的弟子，他自己仍然在这个当中持之以恒，长江后浪推前浪。奥运也有很难不败的，每一届都有意外的英雄出现。奥运普遍的趋势就是选手的年龄越来越低。大陆的选手侯明霞才22岁，他自己嫌自己已经太老了，年纪越小越放得开，不容易紧张，可塑性大。所谓英雄出少年，因此，我个人觉得老将继续夺标是精神可嘉的。所以，但愿我们在侍奉的这条路上，我们的年日长久，我们的耐力也不断的在考验着我们。因此，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求进步，像保罗一样，向标杆直跑，不用看别人，也不要让自己的缺点和过去的失败来限制今日的发展，更不要让过去的辉煌成就成为你今天进步的障碍。最后一点得冠冕的必胜决心。我相信每一个运动最后的宗旨特别是奥运的宗旨，就是运动加上竞争加上成绩。虽然说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但奥运的目标是很现实的。求胜利就必须打败自己以外的对手。很少人会自命清高的认为为竞赛而竞赛，为运动而运动，而不在乎成绩或奖状。连圣经都提供场上比武的工人，将来得奖赏的保证，何况是运动员呢？所以，希腊时代的赛跑，得胜者可以得到叶子所编的这个桂冠作为勉励，人人都可以得金牌。每一种竞赛都有一个金牌。保罗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个人。既然只有一个人得奖，那怎么分配呢？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奖赏，都有独特的。神就是有办法让我们通通都有奖，可是努力的一定得到冠冕。阿们吗？所以保罗借用这个运动竞赛的方式来鼓励信徒，我们要抱着必胜的决心，坚持到底。根据资深的教练说，运动选手常见的缺点就是爆发力不够，缺乏求胜意志，迟疑退缩，而得胜的通常是要较强的求胜感及承受压力的耐力。在冠亚军决赛时，常常势均力敌的是世界高手，在一争高下，而这时失误少的一方一定就是得胜的。因此，最后的关键就是你要稳住脚步，沉得住气，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因此，我们基督徒一生都在神的恩典中，我们能够委身跟随主，我们能够竞赛夺标，背后的动力是神的恩典。因此，只有真正的认识、欣赏神恩典的人，才能够坚持到底，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都依靠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跑得好，跑得久。我们知道神将福音的使命托付我们，我们也愿意传，但似乎我们的里面外面都有一个小声音会拦阻我们。小声音让我们觉得向人传福音是侵犯人的隐私，让我们还没有传之前就觉得自己会被拒绝，所以我们越来越胆小，我们不敢传福音给人。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建立灵修的习惯，可是我们每一天短短的灵修时间中，
似乎总有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拦阻。我们越是想要早起，偏偏我们好累，起不来。起来后，我们读圣经，我们也会打瞌睡。耳朵有很多的声音对着我们说：“这样的灵修有什么意义呢？等下班，我们又没有精神。”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好像越来越不能抱着必胜的决心。我们很容易让这个似是而非的感觉弄得心灰意冷，以至于我们就容易半途而废。反过来，如果我们有必胜的胜利的心跟意志，我们就来到主面前祈求，求主帮助我们挪去这些拦阻，不被这拦阻所胜。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建立灵修的习惯。最后，但愿保罗的信心跟心智提醒我们，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目标，竭力追求，成为我们的提醒和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请花东教会的长老帮忙收一下台上的奉献。请所有的长老上台。
年以前，你差派主你的宣教师马雅各医生、马街博士以及许多的宣教师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宝岛，将福音的种子一块一块的播种在每一个村落。感谢你，因着他们的辛劳，因着他们的牺牲，因此把这个福音播种在每一个我们台湾的土地上，在高山，在低谷都有你的福音的种子，让十字架的光芒照耀在每一个美丽的宝岛的土地上。这就是你给我们台湾这个恩典，谢谢你。现在我们在这里聚集，是透过我们要庆祝150周年运动感恩礼拜，众教会在这里用诗歌、用敬拜、用颂赞来将主你的恩典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们所有的敬拜颂赞，一切的颂赞直到万代。也谢谢你，求你也将这个福音的种子，让我们每一个教会能够传承下去，使每一个教会成为这个台湾的祝福。谢谢你，主耶稣，你爱我们，使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福气，成为这个土地的福音的使者。求你再次眷顾我们31间的西美众会的牧者传道，让他们带着意向，能够将这个福音能够宣传到各个土地上。无论我们得着的、不得着的，都一样得着这个福音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教会每一个代理长老的手上，有出你的弟兄姊妹的奉献，求你将这个奉献悦纳，求你也赐福这些奉献，让这些奉献成为我们西美众会各项圣工所用。求你使用它，求你赐福它，求你悦纳它。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冈教会、龙袍教会、俊安教会、中央教会、联心教会、宜山教会、丹凤教会、美心教会、中正教会，哦，这个好像有关军校，很热情。圣爱教会、牧人教会、玉成教会、樟树教会、启光教会、乔美教会、七美教会、曙光教会、安光教会、建新教会、新美教会、圣山教会，我们给自己最大的掌声。吴嘉玲，请到台前。
拿多，抓好，拿多一点，这样拿多一点，来这边，拿多点，拿多一点。加油，韩国是你的，好，回家，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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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拿多一点，韩国拿好了就是你的，带回家了，带回家。走，拿，赶快拿，拿多一点，加油，加油！走。把它放在衣服里面。帽子摘，帽子摘。整个篮子拿走，拿走。库洛库啊，你的帽子呢？再回去拿帽子，再回去拿你的帽子，快点，帽子再拿走。这样。用衣服，好，这样，好。加油！不要太多。起来已经快到终点了，来，加油，宛如，拿多一点，整个篮子拿走，整个篮子拿走。蔡小姐，加油！地上都是糖果。加油！不是叫你们出10个人吗？韩国怎么出20个人？都来帮我。拿多一点，拿多一点。去，一点都不浪费的精神。弟弟，永军怎么没有出现？好棒哦！出现了！整个篮子拿走，总算有人很勇敢。什么篮子拿走？班长鼓手，棒哦！阿姨，我准备帽子。还有，已经没有了。好，大会报告。还有2个。有向大会订便当的，请到报到处。加油！领取便当。baby。 2名代表哈。没，打慢。好，我2个人拿，有向大会订便当的各教会。没有闹。提自己的歌，听到别人啊。
生加油！我要回到你的心，我降服于你，让我献上一切所有。Come on， 把你的双手借给我好吗？感受你心，让心跳可以让我献上一切所有。你永不停止爱我，不管离你有多远，你永不会放弃我。整个天空宣告，未来从此开始。这边杯子，然后呢，然后去装水，装完水之后，不是喝哈，就把它拿到你们的出发起点这个地方，有一个容器，把它倒下去啊。来倒这个。
你要小朋友先也没有关系，大人先也没有关系。来，慢慢来，反正到6点还很早。很好，很棒，加油，健先加油！动作就算了。 裁判人员注意，撒出去，他不成功，那是他已经完成这个动作，那就算完成了哦，没有重来的哦。可以。
自己掌声鼓励。第一道西美教会，第二道灵山教会，第三道就可以进行比赛哈，就可以进行比赛。我们尽量把速度加快。蹲下来一点，就会鱼就会勾住了。中央哦，那么多啊哈。黎明之际，盼望升起，我仰望你，宣告黎明，让我与你心跳合一，就在这里与你同行。在我眼中有火，被你点燃，不羁的爱燃烧起来，永恒的光，街头绽放，你突破黑夜冲出来，你的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为了我而存在，要点燃这个时代，你的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为了我而存在，要点燃这个时代。在我眼中有火，被你点燃，不羁的爱。射出来！
谢，成了。哎呀！ 请举神，先不要拿那么大力。预备。
生爱，长老都可以穿插了。 准备接棒 ，QC 牧师，快点，后面，追到10个人了。正在教会在哪里？号码1，请归还深蓝色的下。赶快来上来领奖品，快点！裁判，有没有拿礼物？第5名的奖品在哪里？好，第5名赶快跟他们来出发，
好，第1名，第1名是谁？我啦。好，不浪费大家的时间，第1名牧人教会17分，赶快，赶快。最
了，please，忧伤了，忧伤了。